想將興趣發展成為事業，想入行成為專業化妝師 ，Beauty Tech 嘅課程幫到你。每個人都有唔同嘅天分同埋理想，今日成為潮流藝術化妝師，同樣可以為年青人成就卓越嘅前途。Beauty Tech 藝術學校係全香港最大嘅潮流藝術學府之一。呢度嘅課程覆蓋今日潮流界最重要嘅5大元素：化妝、髮型、美容、美甲、形象。而 Beauty Tech 最權威嘅係呢度主要嘅課程都係根據國際標準制定，而且仲可以考取 ITAC、CIPTAC、City and Guilds 國際認可嘅證書，令你嘅專業資格可以世界通行。呢度嘅學員仲可以申請政府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，佢哋可以喺畢業之後先至還款，而且還款期長達10年，月供只係幾百蚊。Beauty Tech 為咗幫自己培育嘅畢業生開路，佢哋會為學員作出3大保證。Beauty Tech 保證課程銜接國際認可證書嘅考試，而且保證學員嘅合格率高達90%，而且更特設經理人部為學員安排工作。學員除咗有實習機會，成績優異嘅仲會有工作轉介。Beauty Tech 甚至會為畢業嘅化妝師安排新娘化妝嘅工作，為佢哋嘅事業開展第一步。今年 Beauty Tech 仲專程舉辦親子講座，等父母可以對化妝事業有更深入嘅了解。仲有化妝師入行試讀班，星級化妝師為你講解入行途徑，費用全免。想將你哋嘅興趣發展為自己嘅事業，Beauty Tech 就可以幫到你啦。約定你喺7月、8月嘅開放日見你哋啊！